再调那个镜头要调好，没有变焦了。咋了事？对了，哎，看了好久，信道不了。
藏做主什么下呀？下课了送给爹那扎呀，对啥人家都做把戏，你打啥那扎呀的哩呀，你打啥那扎呀的哩呀，你打啥那扎呀的哩呀。他这缺了。你姐姐呢？来了。就你一个人？哦。今天也是6度，今天也是6度。米汤做满了吗？
这句话说什么？这句话，这句话，这句话。给他说啥的？微信现在做得可以吧，兄弟？我们找了2000多万了，涨了400多。哦，2500多万，它涨了13万粉。微信的。好几个桥那个了。
好的。啊，就这个。好呀。30，要帮。
天地间啦悠悠，呀，巴多扎伊哦，天地间啦悠悠，呀，多扎伊哦，天地间啦悠悠。到国外去了？下个月。哦，月份就到月份，6月底就走啊？1月份。哦，这是没定时间，不晓得好久那个。俺有那边去。那边去几年就来回不到了嘛？去3年之后再回来。哎，这个3年，3、4年左右。春节还回噻？不晓得嘛，他是看。昨天晚上练的那个，练了40多分钟。其实也算是好热哦！我看你们在练这个。有点难。就是那个正大国的，是艺术的。有点长，这个有点长啊。有点长。对。这个音乐很好听。正大国中。这个正大光跳下来都有点累。对。小度也是屌。昨天练了4、50分钟。
玉树的真的活动也就是义舞，反正就是跳骑马舞啊、义舞都叫康巴义舞啊。挑起来，跳起来。搞忘了，走到还练了。练长没跳完呢，可以练长。今天晚上跳，这不是后面单独开了，跳了10点半。mi kan tri kin ra ya la la ma to de bi pan da chu ma na za ra mi chu ra ya ma ma se ni pan do bi da xiang ya ri lu sa re chi nan tu pe ke di ri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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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 na su da di ri想着呀，里路三人前南土比格的人，吼吼耶，这些那苏万达的人。La cam thơ duyên đại là kinh đại mà sẽ đổ miền đại sông là ra lá nơi cha đại giờ luôn luôn đại để mà chọn ra sông ya đi lúa sao mới chỉ nằm kia cá đi hồ để khi mà khi được chơi đi ya đi lúa sao mới chỉ nằm kia cá
쉬를 정겨대리 大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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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鹏哎！阿楚穿的是熊猫颜色的。哪个？前面那个吗？啊，玉珠那个，玉珠后面那个。玉珠？啊，玉珠。那个是九寨沟那个，九寨沟那个就成都鱼舞那个，来的很少，一两个月来一次。昨天我妹儿把衣服穿上了，她觉得太冷了，你看嘛，在帽子那个，我妹儿把衣服穿上了。刚刚没有，她把衣服脱了嘛，好热嘛。其实现在还是很冷，就只有6度，应该只有5度嘛，现在。新歌。谢谢。
对，这样我当然不得姐姐，他当然不在老家，每天他也去这后面花桃，然后这个是玉珠，这个是拉姆娃，老福，三楼的金，不修，子，阿西，长春。主人拉姆，他是去这，他脱衣服脱了啊，他说把衣服脱了，好热嘛，礼堂走嘛，礼堂走了后，我们基本100%都随时都在一起，他们都是礼堂的吗？哦，不是，礼堂走了后轰我，基本上就。正起来吧，就两个就在一起。秋季什么时候来的？刚刚来的。那应该永吉应该也来了吧？这个歌有点好听啊！啥子名字啊叫？这新的还不知道名字，我对我来说是新的。老钟来了，这9点钟。终于来了。还在了，是不是叫今天的日子？新歌，昨天才学的。收了，收摊摊了，收摊摊了。结束了。有点冷喽。结束。好了，在旁边说嘛。好冷哦，穿衣服穿那么厚。
收电线，走。嘿嘿，他一转那个冲嘎。拜拜啊！好，拜拜。拜。哎，哥哥，拜。他一直盯到的。你的宝贝。哎，我帮他。你哥哥呢？我们还这样子。我回去啊。在铺上呀。哎，家人们，我跟你们说，这个人，他说虽然鼻子上真的假的，我看一下他亲自。老板。下面有哇！他说，难道我们两个是兄妹吗？真的。他气死我了，他这样在死死的盯着我的鼻子看。你看，摄影师都说假的。哎呀！烈火传授呀！他说到底是真的吗？人家鼻子这样，但是万一那也没办法了。南卡卓玛的女儿，那个妹妹，这两个一起。小清楚没有？看二圈哦，在这儿。哎，没，不是。好冷哦，走啊，去去。
봐주세요 원래可以吧？可以往前来一点。 안 먹어. 그러니 먹는 멍청 놈아. 그냥 멍청. 你们爸爸，可以线上。这么近， 아, 잘把掉面去了。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别特别好了，它的感觉了。我认为随时可以播。北京好看一些，雪域果子还。摔肩膀不疼，是吧？咋子要爆？那个都不想还跑你了，嗯不想跟他，他要爆。哎呀，咋子嘛？等会儿耍上嘛哈。对，晓得，晓得。
多了。他真的带一下，带一下。只要是给个赞他一下，那边赞一下。不然就忘了。这没点跳嘛？这个。再去正去看，再去看，那不。明天晚上要来。明天晚上我来拍他。老弟们，明天晚上啊，你跟勇气说，我明天晚上拍他，跳完5个。